法國醫院被指要護士做假記錄。喺聖德肋撒，即係法國醫院做咗30幾年護士嘅梁玉嫻投訴，自08年底一個病人喺病房廁所自殺之後，醫院要求護士每個鐘巡一次房，仲要喺巡房紙上面簽名。但佢話由於人手唔夠，根本冇可能每個鐘巡一次，於是向病房經理反映，但經理話：你哋自己搞掂啦，總之上面要簽滿晒啊！結果有護士即使冇巡房都簽名，有人更加一返工就簽晒啲巡房記錄。咁樣即係叫我哋做假嘢啫，即係根本係知道係做唔到嘅。咁你成日都要我哋簽晒名，即係如果有咩事嗰時候呢，就係醫院冇事啦嘛，因為你有職員去巡咗房啊嘛。咁佢又話派藥原本應該由一個護士核實，另一個負責派，但一唔夠人手，有護士一個人去派藥，再揾人簽花名，扮有人核實。梁姑娘報咗警，同向衛生署投訴，點知今個月初醫院俾警告信佢，叫佢唔好再一個人派藥，否則會炒佢。有議員擔心一旦發生事，醫院表面上齊晒記錄，日後好難揾到真相。不過法國醫院就否認，仲話梁玉嫻嘅講法冇事實根據，已經構成誹謗，會交俾律師跟進。院方調查緊梁玉嫻嘅操守問題，衛生署就話未發現法國醫院有違規。法國醫院喺過去半年涉及過多宗事故，舊年9月有纖體公司喺醫院入邊開分店，衛生署即時叫停。